第四层内容呢，就是讲这个这个先善的人格啊，就是法王讲的这个人格。首先呢，就是宣说这个什么是这个就是先善的人格，然后呢，就是讲这个先善人格的功德，就是分两个方面来阐述。言行恒实顺顺有，秉行正直心善良，若欲长久利己者，暂时利他乃巧诀。他这里说啊，就是什么是一个这个人格啊，就是这个人格的确也是很重要的啊。就前面就是讲了这个修习密法也好，般若法的成就呢，依靠菩提心。要以菩提心的这个基础呢，就是必须要就是出离心。这个出离心呢，就是应该只有好人呢，就是才能生得起来。非常坏的人有没有出离心呢？就是不可能的。没有出离心有没有菩提心呢？更不可能。那没有菩提心和出离心，他会不会大圆满的开悟呢？更不可能的。就是这是。你因为这个小学没有读的话，那就是中学的这个水平不可能有的。然后中学没有呢，大学也没有。中学、大学什么都没有读过，说的有一个博士学位有没有呢？就是可能是没有的。如果有的话呢，他的证书是肯定是假的。所以他这里呢，就是说这种人格啊，的确是这个法王如意宝也是多年呢这个修行的这种智慧结晶的。我觉得是这个。不管是学任何一个仙宗密宗啊，就任何一个这个佛法啊，就是这个人格就非常的这个重要啊，因为这个没有这样的这个人格的话呢，就是什么出世间法呢，根本是这个纸上谈兵，就是没有这个用的，就是绝对不可能实现的。所以门峰仁波切也是应该是在二轨教研还是军轨教研应该二轨教研人吧，就是佛法即是什么这个十法即是佛法跟若无世间高尚心，则比世中不容有殊胜这个佛法之归故吧，就是有这么一个校正就是说是这个实践法，也就是说是先善的人格的话呢，就是其实这个佛法的这个根本。如果一个人呢没有这个高尚的这种行为啊，没有高尚的这个人格的话呢，那这个佛法的这种这个殊胜的佛法的这个规矩啊，殊胜的佛法的这种真悟和教理呢，对他来讲是就没办法就是谈起，就是绝对不可能就是实现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讲这个人格很重要。当然人格的话呢，我们就是平时就是脾气好不好啊，就是这个人的这个性格好不好啊，或者说这个人勤不勤快啊，就是每个人对这个人格的判断呢，也有很多的这个不同观点就是有些人呢就是认为是漂亮的人呢就是人格迷人，有些人呢就是心比较软呢，就是认为是这是人格很好，有些人呢就是人比较这个坚强就是人格就是好的。但是法王并没有这么说，就是他这里呢所有的这个人们所谓的这个人格的评价当中的话呢，要有这么几点，就是希望大家应该记住一个是言行这个恒实呢顺顺有言行举止的是对人和这个上上下下的这些朋友也好，就是这个亲友也好，就是所有的这些人呢，与他这个和睦相处就是不会呢今天这个人来了以后呢，就是马上就是搞乱了，就是这个不管是他哪个团体里面去的话呢，就是这个团体就乱成这个就是什么就是乱了，就不会这样的就是这个人呢，就是对谁的就是非常的这个和蔼就和得弄。我们从实践的角度来讲呢，对上者有恭敬，对下者有这个悲悯心，对中者呢就是还是有这个非常的这种怎么说就是这个和谐就是和谐。是这样的这个人呢，就是叫做是这个人格好的这个第一条就是我们平时发心的人呢，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对上上下下的人呢，任何一个团体当中呢，都会有很多的矛盾。但是人好的话呢，他的观亲近心也是很好的。谁这个说什么的话呢，就是他也是可以这个随顺的。所以佛陀在有关经典里面也说是这个我呢就是随顺世间人。就是为什么讲佛陀都是随顺世间人呢？就是我们这个做人的时候呢，就是一定要这个随顺世间呢当然这个随顺的话呢，并不是说这个具有贪心的人呢，你随顺他就是，然后具有嗔心的人你随顺他这个起嗔恨心呢，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实践当中呢，应该就是合理的，就如法的这些行为呢，就是顺顺他，就是跟谁的就是接触的非常融洽，就是这是这个第一个是这个人格就是人格。
不能呢，就是所有的这个人呢，就是上去的时候，就是我呀，这个下去，就是我们藏族有一种比喻，对坏人的一种象征呢，就是说是100个这个牦牛呢，就上去的时候，嘎巴牛呢，就是往下去，但这个比喻呢，其实还是很形象的，因为所有的人呢，就做这件事情，就是人格非常不好的人呢，不行，我不上去，我要下去，就一般人不好的话呢，就是平时，比如说我们从这个色到大这个这个程度，就是在这个车里面的话呢，可能要跟好几个人吵架，坐在车里面也是这样的，住在这个房子里面的话也会这样的，然后在任何一个地方就是发信的话呢也会这样的，所以不好的人呢，就是出去以后大家都心里都很舒服，哎呀，好像是那个眼里的这言语已经去除了一样的，哎，我们就是好好的吃一顿饭的，那个坏人已经走了，多好啊，就心里头就舒服。如果有一个好人离开的话呢，可能所有的人都是心里特别伤心啊，那怎么办？我们中午都不想吃呢，那么好的人已经离开了，呜就开始伤心。真的是这个人呢，表面上看呢都还是这个看不出来，所以我们刚碰到一个人的时候呢，我都是有这个分别念，这个是好人还是坏人啊？就看起来看不出来，就有时候呢看起来这个应该言行举止都很不错的话呢，跟他接触一段时间呢，大失所望，有时候的话呢，这个人是不是比较坏啊？结果接触时间越长，越非常不错，又这样的。所以呢，人格好，第一个是这样的。然后第二个呢，秉性正直啊，人在不管是在任何一个地方的话呢，就说话也好，做事情也好，平时呢心很正直的，他不偏袒，也不贪着这个自放啊，嗔恨他方啊，然后呢，什么都是把自己呢放在主要的这个位置，然后呢，一直是不公正的这个评价啊，不是这样的。人特别的这个正直啊，他呢始终都是以这个真理为主，不会呢偏袒那一个人，这叫做是这个就真挚啊，人真挚很重要的，《二鬼教养论》里面这个也是讲了很多的这个功德。然后第三个呢，就是心地善良啊，虽然这个人有很正直的，还有呢随顺别人的，但是心恶的话呢，那就没有什么啊，可靠的啊。就现在表面上看呢，有些这个领导也好，有些学者的话呢，还是这个花也说的特别的这个漂亮，可是心里面呢一直是存着自私自利啊，害别人的这种心，那这就一切的这个完了，心是一切的根本。什么这个心善地道一贤善，心恶地道一恶孽，宗喀巴大师所讲的一样，如果心善的话呢，一切这个前途都是光明的；如果是心是这个恶孽的话呢，那前途都是黑暗的，一切呢就不会有得到真实的这个效果。所以说这个心地善良啊，心地善良，这3点呢，这个做人的时候非常的这个重要。然后他这里说，如果你要想那个长期的想自己得到利益，那么这样的话呢，你暂时呢利他，这是这个非常好的。法王的意思呢，很多人作为一个凡夫人呢，对自己不考虑的人可能是没有的，但有些呢，考虑自己的过程当中不会考虑，反而呢得罪很多人呢，最后自己的事业也是不会成的。所以最好呢，你心里面不要这样，不然的话呢，有一种这个教诲，围绕这个自己的利益而帮助别人呢，不是很好的。但是完不就也可以说退一步，如果实在不行的话呢，你想要自己得到这个真正的利益的话呢，你最好是对别人好一点。这个时候呢，别人对你的这个认可，别人对你的赞叹，最后呢，你自己有这个生存的空间呢，记得原来我有一次那个乘飞机的时候呢，我旁边坐了一个年轻人啊，他看起来人这个很有才华的，素质很不错的。然后他是一个这个企业当中的一个，好像是那个是一个总经理吧，总经理。然后他不信佛教，但是呢，我们谈起来还是有一些共同的语言。后来他说来说去呢，说这个人呢，应该要做好人，应该呢就帮助别人，即使自己呢像在这个企业当中有成功的话呢，你一定要就帮助这个周围的人，才能呢自己有这个生存的这个空间。否则的话呢，
你一味的就是想着这个自己的话呢，最后就是身边的人都是很聪明的，都能感觉得到，就是最后呢，你也是不可能在这里就是有这个成果，就是我觉得就他的道理很有道理，就他的说话很有道理，就是我说我们佛教当中也是赞叹这样的，就是真的这样的，有些人呢。比如说就是就本来就是自己呢，就是想就是医治一个上市也好，或者医治一个实践的一些这个企业家也好，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一直想着自己的话，最后别人就看出来，就是他的言行举止呢，就是不一定就是要他的。如果他虽然是想自己呢带到这里，但是呢，一方面呢就是尽心尽力的帮助别人呢，在这个时候呢，就是别人呢就是对他就是会这个看上的。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实践人的话呢，真的是一个人呢就是想自己呢就是得到一些利益的话呢，那么就是这个暂时就是帮助别人的话呢，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种这个巧具就以前上师呢一边就是这个开玩笑，一边呢他这个通过多年的一些这个生活的这个经验的话呢，现在很多人就是不会做人，就是他想着自己的话，其实呢就是很明确的，就是说是每天都是自私自利的，就是就发表自己的这种意见的话呢，不一定很好的。现在世界上的有些这个年轻人的话呢，比如说他喜欢一个人他一直呢就是把他就是怎么说就是束缚着，就是一直呢就是自己呢就是经历这个占有的话，那最后呢就是不走成功的。如果他呢一心一意的想帮助的话呢，那对方也毕竟是人，就是最后呢对他也是这个创造就是一切的这种这个顺缘，就是所以说世间的很多人呢就是也不懂这样的道理，尤其是我们这个修学佛法的时候呢，这个人格就的确就是很重要的。如果没有这个人格的话呢，其他的很高深的这个高深莫测的这种境界就是谈起来也恐怕是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不能成功的。那么生命所讲的这样的这个人格就这个大家一定要记住，就是因为做人呢就是有很多很多，但是你如果没有做好人的话呢，就是做佛不可能的。所以先呢就是做好人，就是只有这几个这个问题上呢，就是可以这个下功夫。就是还有，如果你再想这个广一点的了解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这个这个教会甘露明典里面呢，就是也法王讲了一些这个宽宏大量还有这个观文博学就是从这方面的一些这个人格的这个要求呢，就是也有这个说明。此乃清净人鬼法30诸佛方便道，以为是至净化诸位弟子切莫忘。那么这样的这种先善人格呢，就其实是这个应该是非常的这种难得就是这是做人的这个基本的这种这个原则就是以前这个藏地也是佛法特别兴盛的时候，国王中藏公布呢，在藏地也是规定呢，就是人规16条就其中呢也要这个做人的很多的比如说这个恭敬这个三宝修行正法还有这个孝顺就是孝顺父母心行正直这个心行宽宏等等，就是有很多的这样的这种这个人格的这种这个修法就可以说是这样的这种要求。所以它就是事规，也就是说是这个法规。那么它呢就是30诸佛的这个方便道。我们这个30诸佛当中的话呢，不管是哪一个佛呢，他在做人的时候呢，肯定会做好人的，不可能呢一个坏人呢就是变成这个佛不要说菩萨都不能成，菩萨不能说是罗汉都不能成，罗汉不要说，一般来讲就稍微一点点的这种佛法的境界也是只有好人才有。我们也平时看得到，就是真正有修正的这些高僧大德的话呢，不说他的处世间的这个修正真正从这个人格魅力方面的话呢，很吸引人的就我的这个一生当中都是也医治过很多这个善知识就是真的他们的这个言行举止当中的话呢，远远就是超出我们这个所想的。很多这个凡夫人的不管是说话也好，分辨念也好，很多的这个言行举止的话呢，就是没有什么可值得效仿的。可是这些高僧大德的话呢，在人格魅力的基础上的话呢，就可以就出现很多的这不公的这个出世间的这样的这种境界就是所以呢刘珠这个慧能也是说是这个佛法不离这个实践法，就是原因呢就是应该是这样的就如果这个实践的基本的一些这个法规就离开的话呢，那么佛法的成就呢就是无从谈起。
那么他呢，就这样的这个书生人鬼的话呢，就是30诸佛的这个分辨道，他们利益众生也好，自己成就的这个分辨法当中的话，都是这个人格先生呢不可缺少的。也是呢就是这个我们四色六度四色当中的话呢，四色的这个进化就怎么四色的进化呢？爱欲什么不实爱欲，还有这个逆行通识这是个4种这个菩萨的这种利益众生的4大这个行为的话呢，都是这个人格魅力，就是才能呢，就是可以这个尽信的比如说你这个有了这个很好的这样的这个人品的话呢，你愿意这个布施，你愿意呢就是给别人就是摄受这个众生的一些爱欲，就是可以做出来。然后呢，你可以呢就是做这个利益众生的这种事情就是帮助他关心他，同时呢就是你自己呢就是也是这个言行举止就是也给别人呢就是会起模范的这种作用。那就这样以后呢，它也是实际上四色的这个一个这个进化就是进化。所以说法王最后就是强调，就是所有的对我这个有信心的这些弟子们的话呢，无论是现在还是未来的这些弟子们呢，千万就是不要这个忘记就是做人就是你如果做人的做不好的话呢，那其他的这个修行的境界呢，真的是没办法谈起来。因此呢就是我们这个上面的所有的这些境界呢，就像是一个这个一棵树一样的，你如果树根没有的话，那就是树茎不可能，树茎没有呢就是那么这个它的树枝树叶树果这些不可能这个出现的。同样的道理，先呢自己应该想就是要做一个好人今天各位的应该心里面想我今后呢最起码也是给随顺别人，不要天天今天跟这个吵架，明天跟那个大家就是虽然大家的这种担子没有，但是呢就是就天天就是回谤别人就是跟谁都合不拢，就是这样也不行。让心里面特别恶，就是今天跟这个生嗔恨心，明天跟那个就是发恶缘，就是这种这个就是这种恶心呢，就是也要这个断掉。同时呢，自己要做一个正直，就不要做一个教化的人现在实践人真的很教化，就是有时候我看到这个台子上的这个领导也是这个很那个就是教化的，就说起来非常的漂亮，然后下来过后的话呢，就全部都是这个不是这样的。所以现在实践上就是真的是这个教化的人太多了，自己要做一个真实的就是做一个默默无闻的，即使你有名声地位的话呢，也不要紧，就是自己要一个公正的。如果你变成一个公正者的话呢，那别人就是对你的误解也好，诽谤也好或者说是对你的这个冤枉的话呢，都不会有任何的这种这个过失就是因为你始终呢就是像纯净一样，就发出呢就是真实的这种这个善良的这种光。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任何一种这个黑暗也好，就是其他的这种外缘呢，不可能就是覆盖你的。所以说呢，我们这个先做人呢，就是一定要发愿。就是以前甘当派的很多个性呢，要是个摄受弟子的时候呢，就是首先看这个人是不是很坏的。如果坏人的话呢，就是他不摄受，不给传法的。如果人是好人的话，虽然是愚笨，但是呢，他认为就是可以教出来，就是人愚笨不要紧的。这要是人好人，那人好人呢，并不是说刚才讲的一样，就是你好看或者是你声音好听或者说你这个身体这个很称重就是这个好人是称重并不是这样的。真正的这个好人心善良，就这个的确是很重要的。无论是发什么样的这个心呢，心一定要这个善良，心不善良的话呢，那就是人的根本就没有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要这个做好人，你做了好人以后呢，你在这个谈佛法就可以了。所以说我们这个佛教徒千万的是不要好像这个团体之间呢也勾心斗角，然后这个人与人之间呢就是每天都是争执不息那这样的话，别人不信佛教的人都是会讥笑我们的。你看佛教的团体呢，是是非非，就是每天的口是心非做的那么的这个糟糕就是非常的复杂，就是一看呢以后不会生起这个信心的。如果我们这个就是僧团就是里面这个和睦相处一切都是很这种这个就是和合的话呢，就是大家就是也升起信心就是原来慈城楼中我们两个都是碰过那个一个藏地的一个非常著名的博士，他就非常羡慕我们这个学院，他说你们这个学院人多也是
一个特点，然后清净戒律也是一个特点，但是他觉得最这个比较这个稀有的呢，就是我们这么多人呢，就是没有这个打架，就是没有呢，就这种这个他们单位的那种10几个人，就是每天的好像5、6个人的关系都不是很好的，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就觉得就是非常这个稀有的，这也是法王如意宝的这个价值，的确是我们这么多的这个僧众呢当然从这个孝的方面，可能就是人与人之间稍微有一些矛盾了，这个是难免的。作为凡夫人士，不要说我们就是佛陀的这个身边的一些比丘和比丘尼的僧团的一些这个情况呢，就是现在学戒律的过程当中那个时候也有这个复杂性的，就是这个是没有什么的。但是从大体上面的话呢，我们就是还是很这个和合的。因此呢，我们也非常希望不管是学仙宗、学密宗，凡是这个学习佛法的这种四宗弟子、居士出家人其他人呢，跟这个信佛和不信佛，其他宗教全部呢，应该有一种这个和蔼团结的这个气氛，就是这是很重要的，这也是既是这个人格现善的一个表现就是那这意思呢，就是法王也讲了，千万不要这个往这样的这种这个上面所讲到的这个学习这个仙宗密宗的这个般若智慧，它是依靠这个菩提心来的，然后菩提心呢依靠这个出离心，出离心呢就是依靠人格就是所以说四句就是其实这个教言呢就全部归纳起来就是4句，就是我认为呢，就是这就是8万4千法门呢，从这个修行和理论相结合的一个智慧的这个终极之词就所以大家一定要牢牢的这个记在自己的心底